来看立法院的消息，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昨暝在讨论年金改革相关法案的时，呛民进党立委讲，吞论恁已经太久啊，我就是比你较大，无是要安怎？这立院立委指控这王晓玲是你骂人，并且批评王晓玲当作家己是洪太后，甚至呢，这个本身的主席也是国民党的总调呢吴宗宪，嘛呢出面做公亲。 我们已经包容你们太久，你们就是没有意义的讨论，乱讨论，还敢说这个是没有民主？太下来了，我就是比你大，怎么样？你就是比我们大，没有知识。市议会讨论年金改革相关法案，国民党立委王晓玲结果就是比你大，随点到调解政会。王晓玲委员，请不要在那里骂，不要进行这样子的发言。 好，不，有听到，我们都有听到，好吗？不要人身攻击，我们都有听到，好吗？大家安静，请尊重大家彼此的发言。我们尊重一下吴思瑶委员发言。含国民党调委吴宗宪拢出声阻挡，唔通人身攻击。继续讲两边火气嘛是也未消。一个翘课的坏学生，居然来指责乖乖认真上课的模范生，后用上对下的姿态，用他就是天下最大 的这种傲慢来面对一个反年改法案应当严肃讨论的课题。大家讨论比较混乱，所以我没有说什么。我没有激动，因为我想我们国民党在开会的时候都是会进行理性而且实质的讨论。王晓玲背会只是理性讨论，说了紧行入去电梯内底，不过扣立院立委黄在点名，这其用词无妥当，把家己当作是洪太后。民进党断章取义了哦。 赶紧替家己人讲话，只不过为本正讨论建消海巡人员退休所得替代入法案，将做两边伫咧相结，也未得到结论，就先模糊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